位於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珠海學院嘅附近，有間神秘嘅白屋。對於呢間神秘嘅白屋，唔知珠海嘅同學仔又有幾多認識呢？我一直都冇留意我學校隔有白色嘅嘢咯。我估應該係一啲類似宿舍嘅地方，唔係好知喎。但係咧，我見到佢個窗口出邊咧有塊木板釘住，咁我相信應該係愛嚟防止喪屍嘅咯。其實呢間神秘嘅白屋係前哥頓軍營，屬於2級嘅歷史建築物。佢起於1933年，由英國軍方喺1959年購買，並改為哥頓軍營嘅軍官會所。並且喺80年代加建2座建築物，作為軍官俱樂部同埋宿舍用途。古蹟辦發言人話：哥頓建築係本港已經十分少見嘅戰前單層式西式住宅，目前嘅建築狀況依然保持良好。政府正喺度研究該屋將來嘅用途。而根據發展局嘅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，哥頓軍營將交由非牟利團體活化，而活化後需要讓公眾免費欣賞同埋入內參觀。當局會資助活化工程，亦都會提供以500萬為上限嘅一次過撥款，以應付非牟利機構嘅開辦成本、首2年嘅營運赤字。目前哥頓軍營嘅地皮屬於住宅乙類用地，可以工作社福公用設施，例如殘疾人士院舍或者圖書館等等嘅。不過活化哥頓軍營面臨最大嘅問題係資金嘅爭議，周圍嘅40棵樹要逐一檢驗健康，情況欠佳嘅話，亦都需要移除，亦都有環保團體就此作出批評。珠時網記者丁峰報導。